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川河，欢迎各来到目在观察。这是一个为台中发声的金融训练节目，中心希望咱做伙用母语讨论国际大事。朋友啊，若伫2025年的年初，有人甲你讲，迄个白银一盎司的价值会冲破$60，你敢会相信？你一定会笑伊，你是头壳歹去哦，也是咧画唬咱。毋过来到2025年年底的今仔日，这代志真正发生啊！做空的人即马是叫天天袂应，叫地地袂灵，这就是标准的假空。做庄的假做空的人，假掉咧毋放，互计数坐直升机直直去。毋过上恐怖的，毋是计数起甲偌悬，是藏伫市场内底的文章。这代表啥物？代表大家拢惊以后无货通摕啊！市场咧喝救人，未来的合约是一张废纸。我即马就是爱看到实物白银，这就是咱俗语讲的“青者倒无够，哪有摊拍杆”，抢货抢甲笑去啊！这个时阵，你一定会想，迄个做庄的做空，因甘愿看白银的价数直直去哦。这就是做庄的厉害的所在。以前大家讲，银行是咧压价数，即马无共咯，因即马是咧算波段来教你的目。做庄的即招台底三步棋，你爱看好清。第一步，坐轿，因仓库内底满满的实体白银，长线来看，价数若起，因就是坐轿互人讲，资产价数飞上天。第二步，大洗盘，等恁散户心肝浮浮，借钱买伤多，因着趁人少、劳动性差的时阵，雄雄大出货，抬价数落来，这叫做扫单，互做倒的人惊甲闪腰，拢互人洗出场。第三步，笑眯眯，搁买转来。等恁挨爸叫母，价数放落来时阵，因才翘脚捻喙手，用俗价甲张买买转来。所以看到因股票的价数咧落，你毋通戆戆啊认为银行业咧艰苦。其实满手现货的银行，伫即场大行情内底，已经趁甲油洗洗咯。最后奉劝大家一句话：千千万万毋通想要甲做庄的博输赢，因手内的实体白银就是因的免死金牌。伫即局内底，咱散户
上大的风险，毋是惊白银过小乐，是惊你心头掠袂定，互做庄的洗出场。抱好条，风台若过，就是咱的天下。最后，感谢收看，再会。